你知唔知而家喺錦田啲回收場入面最值錢嘅唔係銅，唔係鐵，而係一堆堆連膠膜都未撕，仲閃閃令放喺度嘅全新蒸烤箱？你可能會問，點解呢啲喐下就幾萬，甚至十幾萬蚊一部嘅頂級廚房設備，會好似廢紙咁堆到成座山咁高？2024、2025到咗而家2026年初，香港餐飲業經歷咗一場史無前例嘅大洗牌。今日我帶大家入去錦田，直擊呢個所謂嘅餐飲業墳場。喺呢度，你見到嘅唔係器材，而係一個個老闆碎咗嘅創業夢。最恐怖嘅係，連以前靠收呢啲二手器材為生，人稱收屍人嘅回收商，而家都話自己快要餓死。呢場寒冬，到底仲要凍幾耐？行入錦田呢啲幾萬尺嘅回收場，陣味係好特別嘅。嗰種係不鏽鋼夾雜住泥土，仲有少少油煙味嘅混和。如果你係開過餐廳嘅，見到呢度嘅嘢，你個心真係會滴血。我眼前呢部德國名牌 Rational 嘅萬能蒸烤箱，行內人都知係機王，當年買返嚟可能要成8、9萬蚊港紙。你睇下側邊個藍色保護膠膜都仲未撕晒，入面個風扇葉仲係白雪雪，明顯係部機入咗鋪頭。可能開得嗰2、3個月，間鋪就已經執咗。喺呢度，呢部機王嘅身價唔係幾萬蚊。個老闆話：喂，呢部嘢，而家你俾幾千蚊我搬走佢啦，我都嫌佢佔地方。點解會搞成咁？2024至2025呢2年，香港餐飲業真係慘不忍睹。根據數據，每日平均有幾十間鋪頭執笠。以前我哋話執1間開2間，而家係執10間先開得返1間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當全香港咁多間茶餐廳、咖啡、火鍋店一齊倒閉嘅時候，啲廚房器材會去咗邊？全部湧晒入錦田、元朗呢啲回收場。以前二手器材係好有價有市嘅，因為有人執笠，就自然有人想低成本創業，去買返啲二手嘢頂住先。但而家個問題係，根本無人敢再入場。我問過回收場嘅老闆強哥，佢喺錦田收咗20幾年貨，人稱餐飲收屍人。強哥同我講，佢做咗咁多年，從未見過咁恐怖嘅景象。佢話以前我哋係收屍，收完之後執一執，轉手賣返出去，中間賺個差價，生活好滋潤。但而家我哋直情係變咗陪葬品。強哥指住後邊成千部洗碗機、製冰機同雪櫃話：你睇下，我個場已經爆晒，啲貨堆到3層咁高。我以前收貨會揀擇，太舊唔要，牌子唔好唔要。而家係啲老闆喊住求我，話強哥，你幫我搬走佢啦，我唔收你錢，我按金俾業主扣晒啦，我只係想清場交鋪。但我邊有咁多地方擺？我請人去搬、租車、拆機，全部都係成本，收返嚟賣唔出，最後只能夠當廢鐵賣。不鏽鋼廢鐵價幾錢1公斤啊？10蚊8蚊，一部幾萬蚊嘅機，最後變咗幾百蚊廢鐵，你話個心酸唔酸？呢種屍橫遍野嘅情況，反映出香港餐飲業一個好核心嘅痛點——結構性轉型。好多人話，係因為香港人鍾意北上消費，係，呢個係事實。2024年開始，每逢週末幾十萬人上深圳、廣州、香港嘅週末市道慘過死城。你喺銅鑼灣、尖沙咀行下，以前要排隊嘅餐廳，而家直入都得。但問題唔止係北上，仲有租金、人工。好多老闆捱過咗嗰幾年疫情，以為守得雲開見月明，點知2024、2025呢2年先係真正嘅考驗。租金回升，但生意額跌咗3、4成，加上人工又貴，洗碗工都要2萬蚊一個月，你叫啲老闆點生存？我喺回收場見到另一個好諷刺嘅現象，堆埋一邊嘅竟然好多係文青咖啡嘅嘢，嗰啲好精緻嘅咖啡機、好靚嘅雲石台、粉色系嘅梳化。強哥話呢2年最多呢類鋪頭倒閉，好多後生仔2023年、2024年嗰陣見到疫情過咗，攞住幾十萬、100萬出嚟圓夢。
佢哋好有品味，買最貴嘅磨豆機，用最好嘅裝修。點知開咗唔夠半年，發現原來每日賣唔出30杯咖啡。到咗要執笠嗰陣，呢啲品味最唔值錢。嗰部5萬蚊嘅咖啡機嚟到錦田，強哥只係會問佢入面個銅壺重唔重？重嘅話賣廢銅可以賣多幾草嘢。呢句說話聽落好殘忍，但呢個就係現實。我哋再深入探討下，點解連收屍人都話要餓死？回收商嘅運作模式係低買高賣，快速流轉。以前佢哋過場，貨如輪轉。今日收部雪櫃返嚟，聽日就有個想開茶餐廳嘅老闆嚟睇貨。但而家個需求係零。當一個行業冇咗新血入嚟，二手市場就會崩潰。強哥話佢而家已經停咗收貨幾個月啦。佢話我而家每日開門，第一件事唔係諗點收貨，係諗點樣將呢堆不鏽鋼山推低佢，變反做空間。我連租都快交唔起，啲伙計都要遣散。如果你睇緊呢段片，你正準備想喺呢個時間點入行開餐廳，我真係想你睇清楚呢啲錦田嘅畫面。你以為買二手嘢好抵？係好抵，但你要諗下，點解呢啲咁新嘅機會出現喺呢度？係因為上手老闆唔夠努力嗎？唔係，好多係因為大環境真係變咗。而家香港嘅餐飲業唔係單純靠好食就得，你面對嘅係全方位嘅競爭，租金、人工、北上潮，仲有市民消費習慣嘅改變。我喺現場仲見到一啲連鎖集團都頂唔順嘅證據，有一沓沓印住某大型餐飲集團 logo 嘅托盤同餐具，連呢啲有財力、有管理、有議價能力嘅連鎖店都要縮減規模，甚至全線結業，更何況係小本經營嘅個體戶。喺呢個錦田回收場，我仲發現咗一啲好感嘆嘅小細節。喺一部微波爐上面，我見到一張貼紙，寫住加油，2025年一定會更好。呢張貼紙係邊個貼嘅？係一個滿懷希望嘅員工，定係一個想鼓勵自己嘅老闆？睇返而家呢部機身處喺泥濘入面，上面堆住幾張殘破嘅凳，呢種反差真係令人好難受。大家要明白，餐飲業係香港經濟嘅寒暑表。當錦田嘅回收場爆滿，而收屍人都無工開嘅時候，即係話整個行業嘅生態鏈已經斷咗。以前我哋講馬照跑，舞照跳，但而家係鋪照執，人照走。好多老闆執咗間鋪之後，唔係諗住捲土重來，而係諗住移民或者轉行送外賣。強哥同我講咗一個故事，話上個月有個50幾歲嘅老闆，親自揸住部貨 van，載住部製冰機嚟。個老闆同強哥講：強哥，呢部機我買咗3萬幾，你俾500蚊我得唔得？我想攞返呢500蚊去買張車飛返鄉下。強哥最後俾咗1000蚊佢，但轉頭強哥就同我講：其實我俾完佢，我都要蝕，因為我搬部嘢入去，搵位擺，之後可能放幾年都人買。我俾錢佢，係因為大家同路人見到佢個樣，就好似見到我自己個未來咁。聽完呢啲故事，你仲覺得呢個係生意咩？呢個係一個時代嘅眼淚。香港餐飲業而家面對嘅係一個去蕪存菁嘅過程，但呢個過程實在太過血腥。留低嘅人要面對更高嘅要求，更薄嘅利潤，而走咗嘅人好多都係傾家蕩產。錦田呢啲回收場其實就係香港餐飲業嘅一面鏡子，佢照出咗繁華背後嘅脆弱。2026年初嘅今日，當我哋仲講緊點樣搞活經濟嘅時候，呢度嘅不鏽鋼山依然喺度每日增高。如果你問我幾時先會好返，強哥話佢唔敢諗，佢只係希望有一日，當佢個場再次有新老闆入嚟，唔係嚟賣機，而係嚟揀機創業嘅時候，嗰陣香港嘅餐飲業先至真正叫復甦。我哋繼續喺強哥個回收場行深啲，你會發覺呢度直情係一個微縮版嘅香港餐飲歷史館。喺角落頭，我見到幾部已經生晒鏽嘅舊式點心蒸爐，
強哥話呢啲係2024年初嗰陣，一啲做咗幾十年嘅老牌酒樓結業流出嚟嘅。當時大家仲覺得係個別例子，以為係老牌酒樓唔識轉型。但去到2025年，情況就變咗。你睇下呢邊，呢啲係最新款嘅智能自動炒菜機。呢部機當年號稱可以取代一個萬幾蚊人工嘅廚師，點知連部機都未幫老闆賺返個本，間鋪就已經斷氣咗。阿強，呢部智能機收返嚟幾錢？我指住部仲好新淨嘅炒菜機問。強哥吐咗一口煙，苦笑話：呢部嘢啊，上手老闆買嗰陣成6萬蚊部。佢話想減省人手，點知部機太先進，啲老伙計唔識用，新伙計又唔肯學，最後間鋪生意唔好，連租都交唔起。佢求我3000蚊收咗佢，但我收返嚟擺咗半年，問都冇人問過一句。你話呢啲係咪科技嘅諷刺？呢度嘅每一件器材，其實都代表住一個老闆嘅心路歷程。好多人2023年、2024年入行嘅時候，都係睇準咗復常呢2個字。佢哋以為只要肯投資、肯裝修、肯買名牌器材，客源就會返嚟。但佢哋忽略咗，香港人嘅消費習慣已經變咗質。而家大家追求嘅係性價比，係體驗，而唔係單純嘅食一餐飯。當深圳嘅服務水平已經去到天花板，而價錢只係香港嘅1/3，香港呢啲中低價位嘅餐廳真係避無可避。強哥帶我行去佢個辦公室，其實只係一個由貨櫃改裝而成嘅簡陋房，入面堆滿咗一沓沓嘅合約同埋收貨單。佢翻開其中幾張俾我睇，2024年10月、2025年3月、2025年8月結業嘅頻率明顯加快。強哥話：以前我哋收貨最怕係啲嘢太舊，而家我哋最怕係啲嘢太新。點解？因為新嘢代表佢嘅電子零件多，擺喺呢度風吹雨打，好容易壞。越名牌嘅嘢維修越貴。如果我收咗部 Resonor 返嚟，個板燒咗，我要配返塊板都要萬幾蚊，邊個會買？強哥嘅煩惱，亦都係香港整體經濟嘅縮影。當二手市場失去咗流動性，就代表資產喺度貶值。以前一部二手雪櫃可以賣反3-4成價錢，而家可能連1成都冇。對於一啲已經蝕到入肉嘅老闆嚟講，最後呢一筆賣機錢，本來係佢哋最後嘅糧草，點知而家變咗廢鐵價，呢種打擊真係令好多人崩潰。我喺場入面仲見到一個好奇怪嘅景象，有一區竟然全部係外賣平台嘅保溫袋、頭盔，仲有幾架殘破嘅電動單車。強哥話呢啲係2025外賣潮遺留落嚟嘅產物。當時好多人以為唔做實體鋪，轉做雲端廚房或者只做外賣就會有生機。結果呢？全港外賣市場飽和，平台抽佣又高，好多做外賣嘅小店最後都係倒閉收場。呢堆外賣袋就咁堆喺度，色澤鮮艷，但係冇晒生命力。強哥，你話連你哋收屍人都餓死，咁你打算點啊？我問。強哥望住出面嗰座不鏽鋼山，沈默咗好耐。佢話：我做咗20幾年，第一次諗緊轉行。我呢度啲租、電費、人工每個月都係錢。以前係求貨，而家係求客。我甚至諗過將呢啲機運返內地賣，但你知唔知？內地嘅產能仲勁，佢哋啲新機比我哋呢啲二手名牌機仲平。我哋呢啲香港二手貨，而家係高不成低不就。呢個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。香港嘅餐飲業器材好多都係歐美名牌，講求嘅係襟用、精準。但喺而家呢個快餐文化同埋預製菜流行嘅年代，好多老闆已經唔再追求呢啲極致。佢哋寧願買部平價嘅內地機，用2年壞咗就掉，都唔願意投資10幾萬買一部可以用10幾年嘅名牌機。呢種價值觀嘅轉變，亦都加速咗錦田回收場嘅爆棚。我哋行返出回收場門口，見到又有一架大貨車停咗喺度。
車上面載住幾部不鏽鋼工作台同埋一個大型抽氣罩。司機落車，一臉愁容咁同強哥打招呼。強哥冇行埋去，只係搖搖頭，大聲嗌唔收啦，真係無位擺啦。個司機哀求話：強哥幫手啦，老細話交唔到鋪要罰錢，你當幫下大家，你搬走佢就得，我哋唔收錢，仲補返500蚊有錢俾你，得唔得？強哥聽完嘆咗一口氣，最後都係揮手叫伙計去開叉車。呢一幕真係睇到我心酸。以前係回收商俾錢買貨，而家竟然變成老闆要倒貼錢請回收商搬走器材。呢種倒掛嘅現象，正正說明咗香港餐飲業已經去到一個瀕臨崩潰嘅臨界點。我哋坐低喺強哥個貨櫃辦公室，佢攞出幾支水，遞咗一支俾我。佢開始回憶起2003年 SARS 嗰陣，佢話嗰陣雖然慘，但大家心入面有一團火，覺得過咗呢幾個月就會好，所以嗰陣好多人會嚟我呢度買機，準備大幹一場。但2024、2025呢2年，呢團火熄咗。我見到啲老闆眼入面係無晒神采嘅，佢哋唔係想休息，佢哋係絕望。絕望呢2個字喺錦田呢個充滿金屬撞擊聲嘅地方顯得特別深重。我哋成日講香港精神，係咪真係可以捱得過呢場漫長嘅寒冬？餐飲業作為門檻最低、吸納最多就職人口嘅行業，如果佢哋都頂唔順，其他行業又點會好過？強哥指住出面一部洗碗機話：你睇下，呢部機係2024年新款，全自動，仲有熱力消毒。上手係一間做高檔日本菜嘅，佢哋2024年年中開張，2025年初就執咗。老闆係個後生仔，喺英國讀完書返嚟，攞住老爸俾嘅300-400萬開鋪。執笠嗰日，佢親自嚟我呢度睇住部機落叉車。佢冇喊，但佢同我講咗句：強哥，原來香港做生意真係唔係俾人做嘅。我聽完心入面好唔舒服。我哋呢代人係靠餐飲、靠貿易起家，點解而家啲後生仔會覺得喺度做生意係一種折磨？呢個問題可能無人答到，但喺錦田呢個餐飲業墳場，我哋見到嘅係一種類似去工業化嘅悲哀。香港嘅餐廳越嚟越趨向於簡單化、連鎖化，失去咗以前嗰種百花齊放、臥虎藏龍嘅味道。因為只有連鎖集團先有能力同業主議價，先有財力喺回收場爆滿嘅時候，依然維持住個門面。但係當一間城市只剩低連鎖店，呢間城市仲有咩魅力？錦田嘅回收場，呢個餐飲業墳場，會繼續記錄住呢個時代嘅興衰。呢啲閃閃令嘅蒸烤箱，或者有一日會被熔掉，或者有一日會被重新啟用。但無論點，呢一段歷史，我哋都唔應該忘記，因為呢度每一件器材都曾經裝載過香港人嘅夢想，同埋佢哋對未來嘅憧憬。我哋下次再帶大家直擊更多香港嘅現實，睇下呢座城市喺2026仲有咩我哋忽略咗嘅故事。再見。